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佘之恒。今年第6屆聯合機械人大賽喺3月27日舉行，好開心！今年邀請到8間學校嘅同學參加比賽，佢哋係以上8間學校，多謝佢哋嘅參與。比賽項目分為無人機、極速賽、飛行機、團隊戰同埋機甲對戰賽。而家就睇下比賽嘅情況啦。好啦，跟住呢就係一個水平門啦，相對呢較矮嘅。好啦，今次都好順利啊！呢一個水平門，然後呢一個就有少少難咯，難關呢就係一個旋轉門。呢個旋轉門呢一路轉嘅，咁所以呢就要操控架機呢眼明手快一啲啦，就要穿過去呢一個呢旋轉緊嘅門啦，順利穿過，然後到旋轉門。我哋嘅老師呢一直呢都喺旁邊呢指導呢各位參賽嘅同學嘅。好啦，旋轉門可唔可以順利呢？哇，好嘢，過咗啦。然之後呢嚟到啦，最後一道就係降落嘅停機坪啦。希望佢都好似之前嗰幾關咁順利降落。好，唔錯。比賽嘅係康智元朗晨曦學校。咁佢哋呢要穿過嘅障礙物就係懸空隧道。好啦，順利通過。好，有少少留戀喎，我又想係咪呢個隧道比較特別呢？好，然後呢，跟住落嚟第3個障礙物就係一個水平門。會康智學校嘅同學而家呢已經起機啦。佢預備穿過第1個障礙物，好順利通過啦。之後就係懸空隧道，哇，好快喎！之後第3個水平門，睇下呢邊嘅選手可以首先將對方擊落去死亡3角啦。而家係決勝噶啦，哦，即係1人1場啦，頭先已經係。好啦，我哋話好緊張，原來呢一局咧係好關鍵性啊！睇下究竟咧邊一隊贏咗咧，佢就可以贏到呢一局噶啦。暫時而家反咗車啦，哇，好快哦！好，開始。而家咧見到佢哋已經咧開始比賽啦。究竟邊一架車會首先咧被擊落去呢個死亡3角區呢？如果佢哋喺3分鐘之內都分唔到勝負呢，就會打和噶啦。兩架車咧都好落力喎。哦，好，開始咯。佢首先向後啦，揸架車，之後而家上第1個車台，需要少少技巧喎。好啦，控制到啦。好，成功咗啦！而家對第1個目標射擊，依家需要轉一個彎喎，先至可以咧去到佢嘅第2個目標。好，完成咗第2個目標啦，跟住又要落車啦，今次。
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張子欣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好好，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啊！加油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。你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馬子瑩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好好，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呀！加油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。你覺得參加機械人比賽要有咩技巧？哦，阿子欣今日嘅比賽呢裏邊呢，我見到唔同學校嘅同學呢都能夠掌握到技巧喎。嗱，佢最主要嘅技巧呢，就能夠呢首先觀察、鎮定同埋睺準機會呢，就去用手眼一齊協調撳掣嚟到出擊。個目的呢，就係要將對手呢，就係打低。咁呢個呢，同學呢都能夠呢係做得好好啊！今日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佢哋咧都能夠咧好沉着應戰啦，好落力咁樣去比賽啊，非常之好嘅表現。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你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今日呢，同學表現都好好啊！每一個同學呢都盡力去完成比賽，同埋大家都玩得好開心。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呀！各位同學繼續努力，加油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馬同學你好啊！今日咧我見到啲同學咧好投入，好開心喎，佢哋好積極咁樣參加活動。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呀！好啊，咁我希望咧同學繼續努力，希望創造更好嘅成績，加油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好，多謝你。準備聽住啦，3、2、1，開始。好啦，季軍賽咧就開始啦，3盤2勝啊！好，完成咗第一場，已經輸咗啦，你哋呢個輸咗啦，係啦，唔緊要，翻原位先，好唔好射住？冇喐啊，大家冇喐，翻埋去先，冷靜，我知道都好緊張噶啦，唔緊要嘅，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，總決賽第2場季軍戰。好啦，利用到個旋轉門啦，完成。喺培智一出嚟嘅時候呢，賽馬會康智已經乘勝追擊咗啦。準備好呢，就聽住啦。準備第一場冠軍戰，3、2、1，開始。爺爺有戰略，如你冇分嘅同有戰略，去到高位射開，好嘢！呢個戰略成功，喺高位射翻落去啊！殺呢個措手不及，元朗晨曦個同學仔呢，佢要諗住喺下邊直追佢嘅，但係呢一個措手不及，俾佢喺上邊攻翻落嚟啊！好啦 ，reset 咗可以翻埋原位先，好嘢，有策略啊！好啦，大家埋翻原位，唔緊要嘅，仲有得追嘅，仲有得追嘅。第二盤冠軍戰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睇下會唔會追翻一盤先，晨曦。哎呀，爭少少，都好犀利啦。好啦，經過一輪駁火，終於都出咗結果啦。咁呢場冠軍戰呢，好開始。
好啦，首先見到聖路同好快已經展開第一個攻勢啊，咁但係咧八周年嘅同學咧都唔弱喎，好快咧雖然反轉咗，但係俾人都可以反翻身，哇！雙方同學操控都好純熟啊，睇嚟平時咧應該都訓練有素啦。哇！跟住而家我見到咧聖道嘅同學咧就採取呢個暫時比較保守嘅攻勢，係啦，而八周年學校咧都窮追不捨，後邊咧追住佢嚟攻擊喎。咁究竟邊一間學校可以首先勝出第一場呢？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而家見到應該係聖道同學嘅學校咧，就對得好準啦。佢每一次嘅攻擊咧，都揀中對方嘅機械人去將佢挑起喎。好啦，八周年嘅同學咧，要幫佢打氣啊！我哋一齊加油啊！好，賽事咧已經咧第一場嘅賽事已經分到高下啦。好啦，比賽時間咧過咗1分鐘，係咪爭少少？好啦。我聽到咧，在場嘅老師好大聲提示，又要防守啊！聖道同學咧嘅老師咧好落力提示同學點樣進行比賽啊！好啦，有機會，爭少少。好啦，比賽咧時間咧差唔多過咗一半啦，差唔多過1分半鐘。好，完成。開始。好，首先咧，保良局余理武分紀念學校咧成功做咗一次成功嘅攻勢嘅。好啦。今次到8週年咧，又成功進攻咗一次咯，可唔可以乘勝追擊咧？好啦，而家咧喺死亡3角附近，加油啊！8週年嘅同學，好完成。我都覺得好緊張，成個氣氛都好似停頓咗咁。好，開始。好啦，而家咧，首先係余理武分嘅同學咧，展開咗一輪嘅攻勢嘅，咁但係8週年同學都成功防守到。好啦，跟住咧，而家死亡3角附近，究竟余理武分同學可唔可以反翻轉自己架機咧？都成功嘅。好啦，跟住而家到8週年嘅同學咧，繼續展開進攻。余理武分嘅同學咧都嘗試咧做咗呢個進攻喎。好嗱，而家咧兩方機人都喺死亡3角附近，咁咧雖然係好容易進攻成功嘅，但係有個機會咧俾同學咧偷襲嘅喎。雙方咧退翻去場中間，相對咧安全嘅位置。比賽時間咧已經過咗咧1分34秒啦，咁大概咧仲有完成。好啦，用咗咧1分40秒，今次勝出嘅咧係余理武分嘅同學。你好，我係武分電視台記者張子欣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好好玩。同學嘅表現都非常之好啊！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啊！加油努力！同學仔加油！加油努力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唔使客氣。唔使客氣。今日嘅參加乜嘢比賽？機械人大賽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我覺得好叻。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啊！加油！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唔使客氣。你好，我係武分電視台記者馬子瑩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子瑩你好啊！我覺得咧今日啲同學咧表現非常之投入，同埋咧佢哋好盡力咁樣去比賽，係啦，表現非常之好啊！不如你同同學打氣呀！好，咁希望咧今日所有參賽嘅同學嚟自唔同學校嘅都加油努力，咁咧喺呢一個比賽無論係贏又好，或者表現點樣都好咧，咁最緊要係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。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多謝你啊，子瑩。你覺得參加機械人比賽要有咩技巧？
首先呢，我覺得呢同學仔呢應該呢係要有好冷靜嘅臨場表現啦，同埋呢就要有一啲基本嘅編程嘅概念嘅喎。佢哋呢因為呢呢一個編程呢係需要大家要有組織嘅能力啦，咁所以呢大家呢記住呢，我哋要訓練好自己嘅編程同埋係有組織嘅能力啦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我覺得今日同學嘅表現呢係非常之好啊！佢哋呢每一位嘅參賽者呢都非常之冷靜啦，同埋呢非常之投入呢一個比賽。總之呢，我哋呢學生呢能夠投入去比賽呢，去全程去參與呢，就已經呢盡咗佢哋嘅全力，就已經係好好㗎啦。多謝你接受訪問，唔使客氣。你覺得參加機械人比賽要有咩技巧？要有操控嘅技巧啦，要有好小心嘅要去操控咯。你覺得同學嘅表現點啊？非常之叻啊！你哋好了不起啊！繼續努力。多謝你接受訪問。唔使客氣，多謝你。無人機嘅出賽嘅貴關係，寶能港原理冇分紀念學校亞關係，賽馬會康智學校冠關係，寶能港陳麗玲8週年學校Battle Ace 團隊戰嘅貴關係，基督教中國報道會聖道學校亞關係，寶能港陳麗玲8週年學校冠關係，寶能港原理冇分紀念學校機甲對戰賽嘅貴關係，賽馬會康智學校亞關係，康智元朗晨曦學校冠關係，寶能港原理冇分紀念學校得到全場總冠關係，寶能港原理冇分紀念學校。恭喜晒各位得獎同學！